台北市政府今仔开始伫台北桥头益成公园附近的路边乌托邦的停车格开始算点钟收费咯。过去是停一届20块，即马改做1点钟10块。市政府是表示讲是希望服务临时停车需要的民众会当有停车位通停。台北车站边的益成公园附近，涂骹正明显表示着乌托邦计时收费1点钟收10块，一天上最50块。新制度实施了，真侪骑乌托邦人拢讲会当理解。我觉得有好有坏吧，但是如果像我一样临停的话，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计时这样记上去，最多一天收50块可以接受。有一点多。甲以前差不多拢是停满的情形比，计时收费新制度实施第一天，确实加真侪停车费。台北市政府讲，经这个所在做试办的地点，是考虑真侪骑乌托邦人车停的了，就去坐车去外县市，造成有临时停车需求的人找无停车位。这么用这种照时间收钱的新制度，会让增加周转率，也让鼓励需要停较久的骑乌托邦的人改坐大众运输工具。确实，在早上的停车状况跟以往相比的话，空车位是有变多的。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希望的方向。我觉得我们希望就是，有长时间停放的，或者是说能够选择大众运输前往周边的人可以有一些其他选择行为。这是台北市政府第一遍举办乌托邦计时收费，因那边的桃园已经做几多年啊，合区内4万外乌托邦停车位，即马有3000外是按时间收钱。主要是针对了包括像公务机关啊，还有银行啊，或是商业比较活络的地区，还是要去增加这些场站或是特殊区域的停车的周转率。桃园市政府讲，计时收费乌托邦停车位是属有少数，目的不是要增加收入，以后也会继续观察，若是有临时停车需求较悬的所在，才会安尼先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